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伊咧对新竹嘉义嘉义的王水雄先生，到嘉义以后，又发现到讲，其实嘉义讲客家人实在过少。可是伊在学校时节，都可以推广客家话的教育，伊唔单止鼓励小人呢去考客语的认证，嘛带小人呢去比赛。伊希望讲透过伊个神奇的一种教育的方法，可以提高客家体嘉义的能见度，同时嘛可以推广客家文化。你今日邀请到的都是王水雄先生本人来到我现场，太阳。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嘉义的王水雄先生，大家好。想问一下哈，我可以问水雄先生如何啊？做得啊。水雄先生，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嘉义唔係幾多客人，你這個雖然講加多嘉義，你做乜想要喺嘉義去推廣客家話？因為我本身是國小的先生，我到嘉義日後，因為有兩點啊，第一點啊係我哋學校哈，在民國95年，該學委會佢有該客語的憲法學校是有申請，我到學校其實講客話的學生未當少，該線上來講客話的未當少，我知道自家有啲任務啦，有啲新我是想聽手來講，我哋向下來推廣啲客語，第二點係因為有擺我哋去圖學生去個全國的語文比賽，是拄到當到的線上講客的，是知道哇，到了位，聽到了客話真是有啲種嘅他鄉遇故事啲少年啲種嘅感覺所以是老了到線上講，我哋做得啲嘉義市未冇啲種嘅客語嘅文化協會，我哋做得有隻翻譯，做得等翻譯來講客話，大家強下來，做得有學客語，記得咪知道講錯啊，我哋嘉義只是冇按嘅翻譯，按大家做得按講客話是才當好嘅一件事，所以是大家是講我哋做一隻新的一隻個協會咁樣，所以家下我哋是準備其他線上是當翻譯大家強下來答辯家下喺我錄下喺本大家做開會來新的啲客委會客家啲協會嘅時間來用咁樣。可是問題係講，其實講，雖然你可以是講，迄個時節學校有申請嘅基本嘛佢用按客家申請基本，頭聽見嘛有講有個協會，伊啲專門講客家協會，但是按你教學對啲學生來講嘅話，也係加壓嘅呀，也係額外的工作啊。跟當初講，你這個我想講，我做乜做一件事情？呢件事情朋友應該嘛可以做啊，做乜輪到唔來做一件事情？是都是因為我哋嘉義市真是有人出來，我哋有人出來有兩隻力量，我哋是做得老我哋嘅像客語啊、母語啊，做得按用人傳訊這個咪有兩種嘅翻譯本客家都係人做得講客語，所以雖然講我哋人口講客語嘅當少，不過當到係我哋講係個隱性嘅客家人，所以讓知道講我哋自己企出來來強下來協助來做呢件事咁樣。伊邊頭都講，其實喺嘉義，其實我哋第一客家人過少啦，出邊頭講啊，我哋講隱性嘅客家人可能有過多，但是我哋唔啲。但是你這個一開始去嘅時節，應該講開本人都唔係客人嘅情形之下。按樣我去推廣去客家話教育咯，第二按樣我去同佢家長講，哎呀，細人落講客話，如果我要咩客人，咁按樣我去推廣細人嚟去睇到，我哋講家長去本細人嚟學客話。
因为本身嘛系算导师啊哈，啊所以吼这个咪会平常咪要当到的口腔外教，哈，所以是利用到某课的时间哈，到来做了解行业的推广哈，对该低年级单元生，哈，韩国中年生、韩国高年生做某强用口腔的行业的个教学安样样，嘿。可是无强用的年纪，伊教的方法系无强用，系咪？嘿。譬如讲，我哋营养生咧，我哋讲细年级嘅营养生咧，你就用乜个方法去教伊咯？像单元生，我就是为先本记到第end到乜个客家，end到做扎个客家文化语嘅本了到单元生嘅学生哦，知道end到原来end到客家。系安样样所以比简单嘅个像对话问候喺度上班来先教佢哋韩国下有佢哋有信息嘅，也够绕先简单嘅教佢哋，比到知道讲了解客家文化，譬如说像啲闽南嘅个幼稚站，那都是本该单元生嘅个学生比到用个教学日后比到看，哎哟，你都幼稚站安讲哦，记得当有兴趣哦，我都是为本去个画图记得画真是咪当讲当个声音咪要知道当欢喜个中年生我都是为从口腔地位啊，像喺国语嘅口腔地位是要教导讲喺度客家嘅类差系，我都是为本记得做一些体验嘅法图像类差我是去每一只班级去教佢哋类差本记得即个庆训即个做过记得知道咩个课本地位读写咱就继续做得做个做得学到咱就继续咱就客家了个美食客家个类差那平常个差继续冇强了其实知道咱就客家人咪当有智慧可是等于讲像第一年级嘅唔免讲一下就先教个下班，我哋先不一定讲乜嘢都客家文化客家文化有乜個特別嘅地方，譬如講所講嘅閩南嘅字札啦，我記得先俾人看到乜嘢都客家文化，然後順便去教幾個簡單嘅對話。中年級嘅時間就開始本嘅兩人開始有嘅客家嘅文化體驗，譬如講擂茶或者係擂茶，等於講客家生活地位開始是帶於我哋嘅課堂地位。咁你中年級嘅人嘅聲音呢，以學嘅客家係咪一度一複雜啊？我就是來教佢其實下到嘅對話日後還有就是憲法嘅平常來講我就是為教佢本記到除了體驗了客家嘅文化像個大糍粑了到客家美食客家嘅擂茶點心，咱都沒有用啲語言咪帶落去，本記到吃到咱都有學到啲客家話，又有好事，又有好教安樣咁你高年級嘅時候，高年級嘅時候做乜嘅東西？其實中年生還是教佢哋唱歌啊，其實學生當好唱歌，咪當家是學起來，那高年生我都咪係繼續咪係教佢哋嘅歌曲。佢咪教佢哋像音樂課、音樂課佢咪用喺度介紹喺度客家達人了到傳統嘅音樂咪幫佢哋地上嘅人就變成講每一年級唔講第一年級、中年級、高年級，有每一啲教學嘅目標，因為一路你哋專業嘛，每一啲年級有這個教學目標，同時有一啲這個愛完成的一啲事情，對一開始我哋可能簡單的幾句對話，對一個複雜的對話到中年級嘅時間，然後教歌嘅，高年級嘅時間一開始要唱歌嘅，咁將能力教下來，雖然你接觸嘅長途樣嘅，伊能接觸嘅長途嘅歌目。其實我都因為我都了唔係講，像因講嘅
发展嘅行业发展嘅重点提起吼，该然后当都系行业，咁讲喺度是想老了种嘅文化吼，行业推广出去，所以主持人问讲，记得话该程度吼，让办性吼为。上半天哈讲行业了解，其实哈简单哈该对法是冇问题啊。简单冇，最重要我哋讲，伊哋移民嚟俾教育嚟講，伊哋開始提供，台灣有一啲特別嘅民俗，可能客家有係文化一樣嘅東西，然後伊簡單咧，伊啲客家花式一樣嘅東西，我感覺嘢都最重要嘅，對我哋嚟講，其實也係伊啲最重要嘅目標，都啲嘅，都講。唔知海辦，如果唔可能會睇到聲音嘅太以後，有可能會讀到其他嘅客家嘅朋友嘅時節，如果我感覺到，也係乜嘅一啲種族咯，也係一樣嘅人咯，一啲文化一樣咯。如果講我辦些時節，我喺水上線上同人講，我有啲客家話一樣，我有啲擂茶喎，我有雜嘅，一定都有啲代替地方。佢衝定講嘢啦嘛，因為我哋地講。其實幾多嘅隱私地方有嗰種人哋講嘅客家重點學教吼，一定即個教科書全部即刻變。因為伊哋譬如講兒農嘅話，伊哋即刻都幾多文化，嗰種講嘢嘅話，唔即刻係教材係即刻變嘅咩？咪係即刻變嘅嚇，即刻變嘅。咁講喺嘅口腔嚇，會用到嘅教材嚇，除了像有啲嘅出版嚇。出版社佢本身是有啲行業嘅教材嚇，我係咪教你像學委會嚇，學委會其實嚇咪當重視啲行業嘅推廣嚇，用口語來講故事，用學委來講故事嚇，我是為咗囡仔來做教材，係每本線上嘅學生嚇學習係啲故事，佢用嘅你平常當從睇到嘅故事，像嘅買飯貨嘅寫啊咪嚇，你就是教意思按教佢哋嚇，佢就是種嘅種優美嘅強優嘅聲音咯，來濃縮出來啊樣嘢。嗰時你用幾多年嘅一種教材嚟教我哋學生嘅差唔多。雖然嘉義伊啲好容易幾多講義，但是身為客家體質水上先生還是冇見得也為啲客家人的精神。但是接下來會發生乜事情咯？我哋休息下哦，等下埋嗰度會聽晒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嘅來賓水象先生同我哋講，伊哋睇嘅客家人口關社會教育而係用嚟推廣客家話嘅教育。我想詢問一下水象先生，伊哋關現實嘅問題嚟講，因為教育嘅地方唔係客人嗰度嘅地方嘛，按睇嗰邊推廣客家話，新人嘅家長伊哋嘅想法點樣？伊哋會接受冇？基本上哈，家長係當地區嘅啦，係因為開學嘅時間哈，開學嘅時間，我是為了家長講，我哋學期哦，我哋有啲客家語言嘅啲韓國文化嘅體驗嘅活動哈，有啲種嘅口腔係，咪希望家長哈多多鼓勵哈，聲音來學習咁樣，所以嘅。家長係當基礎嘅啦，因為我哋係會圖聲音去比賽啊，去上班音聲音轉去教佢哋唱歌聲音轉去家啲學習嘅時間，家長咪喺旁邊，佢咪會知道聲音學係冇強人我咪教老嘅學生韓國家長講，其實都學一種語言是從到日把嘅手勢都得開啲世界嘅題目所以你都學啲行語尤其係有啲係本身就係客家人佢唔曉講嘅行下好，喺度做講啲做啲學啲母語喺度講唔為撈自己見來唔計唔為唔見睇樣嘢，所以學生轉去家長看佢為
安用因从每次都当分析。因为对你从人哋想學英文樣嘅，即係冇講因為學英文以後，你記唔到即個係一個發音。但是因為學個英文，唔會看到無強嘅東西，都等於講，而家好多人多學嘅一個客家話，唔等於你多認識一個無強嘅一個文化。對新人嚟講，其實而家嘅我哋講接觸嘅面積嘛，比別人過大。但是好多人同我講，唔會帶新人嚟去比賽同表演係咪？你現在比賽過嘛東西嘛，還是講有表演過嘛東西？像我哋是為圖新人去參加嘅學會會哈辦嘅行業嘅生化學校嘅全國語文嘅競賽啊，用英係比賽，係我哋大部分係參加嘅歌唱嘅跳舞嘅表演類嘅一種係，學生是大家差不多有興趣要去參加嗬，不過所以因素嘅限制限制啊，用英啦最多是身沙所以有時冇選到嘅學生咪會知道就冇選到，所以我都是為全班大人去，家長咪當熱心咪強下聽人去，讓我哋聽化妝啊，聽辦啲嘅陶器，我哋嘅表演嘅東西，記到聽人去看到學生即個聲音，啲個推動表演嘅很精彩記到咪知道，其實啲學習咪真是冇簡單聲音真是咪當強當壞很容易，所以佢都看到聲音嘅表演我哋很為圖記到像去比賽，順便咪會去看啲合作去撈下看到客家文化，撈客家冇強人嘅素材比到地道，客家真是咪當獎嘅地方，記到看到其他學校嘅表演你就講互相觀摩學習咪當好用英轉去家長也會記住也會鼓勵學生自家聲音講繼續學習一種咪係一種體驗。我想對家長來講嘅話，佢哋都認為聲音呢，其實學客話唔係一件好重要嘅事情，最主要嘅聲音呢，喺學習地方得到某個東西，最尾佢可以表現出來去參加比賽去參加他嘅嘢活動。對家長來講嘅話，佢都發現個聲音呢對呀個學習地方要得到嘢即係個成就感。佢將個地講即係要參加講我哋客家電視台有啲節目，我哋嗶哩波羅嘅節目，佢幾時間係帶聲音嚟去表演嘛嘅？我圖聲音去唱歌跳舞，其實我哋學校當基礎嘅活動嗱有啲種係頭先講，單場講有啲跳舞唱歌嘅還有唱啲還有朗讀嘅表演唱啲聲音從2年生就開始學習安用英，佢咪參加當多嘅比賽安用英咪除了啲嗶哩波羅啲行業嘅表演朗讀嘅表演共跳歌唱歌跳舞嘅佢我哋學校還有參加像上擺有啲嘅你講用嘅茶量配合嘅啲嘅客家嘅歌曲來強下來表演。不是等於講等聲音嘅參加嘅節目嘛，幾多樣表演嘅方式嘛，幾多樣你等於講聲音嘅某個東西都要參加，像你去參加嗶哩波羅，因為係算是一個電視節目嘅。也唔單止還有一啲比賽可能佢參加人看到嗶哩波羅算係我哋客家電視台一個最受歡迎嘅一個聲音嘅節目。但係如果講今日上節目以後，全台灣省人都可以看得到呢。等於講全部學生嘅家長嘛，睇到可以看得到。咁幾時間你參加嗶哩波羅以後，家長嘅反應樣咯？家長當歡喜啊！佢講聲音做一上電視真是冇簡單韓國咪會跟請倆嗶哩波羅倆節目繞場喺度去上電視安用英，有倆個機會談音設置是歡喜安用英。個聲音呢，體育6樣有金獎冇？
有啊，吼，声音讲，看到该流量机吼袂紧张，吼，韩国唱，我哋学校其实还有个管乐吼，管乐团哈，你阿摆咪有去表演咯，嘿，咪有上天台，嘿，记得是迟到，家长讲哦，你阿声音吼，你阿演奏咧，客家歌曲咪当好听冇简单咧，冇简单，系啊，因为如果因为有安尼技术吼，他讲你哋可以天时吼，看到的声音的一从人来一啲努力，其实我相信对家长嘛我提供，其实学客家唔系学法，其实都唔系重点，最重要嘅系声音嘅学习地方，而係咪要感覺到，这個厲害，要學到東西，要欣賞到無窮嘅文化。咁除了講我哋講嗶哩波羅睇天上表現以外，還有啲聲音現嚟表演冇得比賽。因為吼，個聲音表讓嚟當好啊，像講嘅是個政府啊，佢都當然辦個文化節嘅活動，吼，冇是個天創日。專門圍繞住我哋學生哦去做個開幕嘅表演，我哋聲音有了個機會就咧上台，家長就是咪當到是在看聲音嘅表演，咁個就是講到聲音，佢真是啲啲咪有個舞台俾做得有表演嘅機會，其實按你講起來，從一開始，你這個幾單純人去推廣客家文化，客家話把個客家文化提給啲客家人去改社會教義去把伊傳出去。但是你看多見家，你哋都講，有一批聲音呢，全部對客家文化都幾熟悉，會唱客家歌，會跳客家舞，我講一些簡單的客家話。但是你看下啲聲音呢，因為學到客家話、客家文化以後，又可以去參加幾多活動嘅。也係當初一開始有上到嘅結果。其實家下冇上到按多嘅，是上按到學校啊推廣啲母語嚇漢語聽，冇上到聲音就是上個按到講唱海面強容啊嚇，按到比乜嘅東西其實吸收乜嘅東西，所以啊佢哋嚇按一點嘅學習，冇上到出去比賽雖然唔係頭先講嘅漢語嘅重點發展嘅提起哦，不過佢都表現出來真是冇簡單嚇。像佢都我頭先講嘅，佢唱歌嚇，佢您講嘅咬字發音哦，咪當標準，佢家長看到未？聲音真是很厲害哦，好很強哦，所以哦，我知道，應該是本了個機會。係咪到按照這個漢語推廣出去，聲音咪有當到嘅冇強容嘅收穫啊，用我想水上先生講嘅冇唔錯，聲音如果像一塊海面，這個教育嘛嘅一路學到嘛嘅東西，雖然伊可能唔係行業，但是呢，你慢慢的教育法，而係要客家話，我同行業講嘅溝通，尤其下我哋下我哋話嗰度行業教育嘅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水上先生同能夠引用大聲音嘅去內陸比賽表演。我想請問下水上先生吼，其實我提供除了大聲音嘅去比賽表演以外，其實這個對自己要求嘛幾高，同時嘛我去幾多地方去進修。像以前去紐西蘭係做乜咯？去個紐西蘭吼，佢係因為喺度合委會吼，佢要主辦個愛講客家論壇，佢就將啲咧度啲漢語教學嚇當是算自由嘅語言啊，佢有個機會去紐西蘭嘅參訪啊，用係。按去紐西蘭看到乜東西？看到個毛利人嘅，佢真是佢都對這個咧種嘅母語嘅個復甦嚇，同班比咧喺度個毛利人嘅嗰種嘅毛利語嚇，佢都同班做親近嚇，我都去想學習安樣係。
其实冇错吼，其实睇我哋咧欧洲还有纽西兰嘅国家，虽然讲伊哋以前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如果能够消失了50年，可是伊哋政府把伊哋嘅原住民，把伊哋原住民嘅声音带去无同样嘅身份，有啲讲唔会本原住民嘅声音呢，喺伊哋之间部落去成长。但是一件事情后来更加伊哋他跟伊哋反省啊，一件事情讲做乜嘅伊哋可以安尼去中断伊哋部落嘅伊哋生命，嗰時也見呀，我哋咧歐洲啦、紐西蘭啦，對於我哋以這個本土嘅語言嘅文化啦，還有這個精神，其實復興得幾厲害。尤其像我哋講毛利語這個戰舞，其實更加嘛係我哋他個人幾地嘅伊哋這個本地嘅文化。像記得嗰個頭先主持人講嘅戰舞啊，戰舞其實係。然後人哋客家當上場嘅，人哋講個 HAKKA 記得講個 HAKA， 咪講個客家，所以記得真是做得撈幾隻個個母語大概就是發揮嘅當好來復興嘅當好，所以我都是去看記得用班做記得像用嗰個人哋講親近式嘅教育韓國嘅語言度，韓嘅嗰個。教育嘅方式本記得話嘅像啲某啲語做得本啲韓下都話嘅記得做得這個文化做得傳承下去係。提講其實你這個線上，你這個除了講這個進修以外，嘛參加過一道客家文學獎嘅一個比賽係咪？你咪同咱觀眾朋友說解講，你這個參加過乜個文學獎嘅一個比賽啊？從去年我是有參加嘅漢語嘅客委會主辦嚟嘅通化文學獎佢有種，去年有種一個三方四嘅一兩種嘅。我是參加呢種嘅比賽，我當很認真的作品是都好有熱情嘅樣可是你等於講，你這個唔單止喺我哋嘅客家嘅語言嘅教育地方有貢獻自家先進，這個本地對客家文化嘛佢有興趣，還有對客家文學唔係去比賽我咪要得到獎。咁按你來講嘅話，從應該按優秀嘅先生。應該教育部有頒獎本吧？有得到嘅教育部嘅本土語言嘅嗰個貢獻獎嘅樣係。我知道每當間車了到唔講係客委會佢哋嘅語言上嘅文學上嘅嗰個基礎啦，因為人都其實人都客家文化當獎嘅素材，做一種文字人都來用優美嘅文字來表現出來，讓人都客家嘅風情寫出來，有本人都有在平台做得到人都嘅作品發表咪真是當好嘅素材。那你互相交流嘛那種這個推廣客家話都應該差唔多多年咧。要客家話要19年咯，因為我都95年漢語憲法學校開始是到啲人都會加台輔校慢慢開始走，沒有15年咯我哋文化協會漢語嘉義市嘅文化協會咪先至咪15年咧。係啊，嗰種嘢15年嘅一種客家嘅教育地步，你這個有嗰種影響過什麼客家嘅教育嘅經驗冇？你講學生嘅冇？有啊，我知道教咁多年像有嘅學生其實家爸爸係客家人，媽媽係河洛人，阿公阿婆很多唔會講漢語唔過記得冇大強下大到中啦，嗰成年咯來參加啲像係嘅漢語嘅漢語班級嚟學習啦。本來咪唔曉講啊，因為爸爸是唔曉講咧，來漢語了是唔曉講。唔過你以下嘅學生轉去做得啦，阿公阿婆講話，阿公阿婆咪知道當親切佢阿公阿婆咪知道，然後啲
母语吼，咧汉语系因着进步吼，你总得听问题，总得唔记得，嘿，你也去看到，你啊声音按为了去对话，吼，顺为了去对话，啊，老太哦，叫老太咪天天在旁边吼，去吃到咪，真是当欢喜，嘿，啊，啲学生吼，佢真是咪当认真，嘿，佢就参加动作比赛。好，像佢要参加龙头比赛，咪得到当好嘅成绩，即个对即个咪越来越有信心，嘿，对啲语言真是咪亲切嘅有欢喜来学习，嘿，所以像迄下比赛哦，唔是爱讲我去参加冇，佢即个袂讲，我咪想去参加呢一种比赛做得冇，嘿，所以我知道。呀，语言的东西不但吼，唔但像讲声音这个有兴趣，好，咧最好，嘿，连同佢咪做得转移到福汉音，做得安阳音讲话，吼，用这个母语，吼，喊到阿公阿婆，吼，呢种诶散台安诶情感诶联系，吼，咪当好咧连接，吼，是用呢种诶靠这个语言来连接，我知道咪。很多咪当欢喜，啊家长还有到家长，咪會講頭擺唔會講，看人哋客家甜食，以下轉移我會知道打開甜食，咪會想看看人哋客家有乜嘅信息新嘅信息，咪會想去看人哋客家甜食，咪知道人哋講，人哋其實客家文化咪有當這樣，當好嘅素材。其實從人家故事地方啊，發現到講兩個最重要的地方咯。第一就是講，其實人家幾多家庭爸爸媽媽都唔曉得講客家，就從頭到尾講個範例一樣。阿公阿婆係行嘢，爸爸係行嘢，但是唔會講客家。但是細人呢，因為佢學教，像你按遊戲嘅現場，教出按到細人呢，開始會講客家，而會同阿公阿婆向下去講客家。我相信佢阿公阿婆應該唔單止係歡喜，而真係會感覺到。佢感謝欣賞把嘢嘅客家文化傳下去，可能講啊，因為細人哋自家來唔會講客家，伊都因為講可能都冇唔是在上個咪會講客家，但是冇想到順利係學教學嘅，伊會學。我想對阿公阿婆來講，冇都覺得我哋睇現實來講嘅話，伊真係我感覺到幾歡喜，因為伊可以自己都對也順利開始講客家，然後也會順利嘛，因為人哋開始去搞客家一件事情。伊對自己本身喺個客家一件事情產生有興趣，伊會主動去學習，主動去同先人講，我喺度學嘢東西用，也係天嘅層面，天嘅層面都講，唔可以當然發現講，我學嘅一啲語言以後，以前冇可能唔可以開乜嘅客家電視台，唔可以開客家電視台，因為我哋也見嘅客家電視台，我哋嗰度戲劇全部做規劃。尤其係客家電視台，又唔會賣藥嘅，又唔會去做乜嘅連續劇乜嘅東西，但是伊個戲劇本身有伊自家嘅伊啲風格，伊自家伊啲水準。嗰個其實嗰種可以了解，開始客家話，簡單嘅客家話都可以嘅，你都可以看見到客家戲劇。嗰個嘢就東西完全係從咱嘅身上，讓伊睇家己嘅地方，佢慢慢地去開始講，希望睇下個地方來推廣客家話嘅成果。嗰個對於未來呢，水上身上有乜個打算？我想我會繼續三網打拼，對啲客家嘅文化啦、語言嘅推動，我會繼續因為我知道漢語就是咪係當講嘅一種嘅語言人哋講這個係客家人，是有啲嘅人講使命感啦呢係真係係到深度、地位度嘅一種感動啊，所以我會繼續下去，不管係對客家嘅文化，這個沒有興趣韓國客家嘅語言教學，我會繼續。唔錯，因為多可以從人用我哋嘅身上嚟，同我哋咧教育我哋下一代，嗰種我哋下一代開始會接觸到我哋嘅客家文化，但是我哋講做乜嘅事情唔可能講，我想做乜嘅事情都一定會順利。當初在推廣客家話時節有多乜困難？沒有啊，沒有啊，因為你真是講到人哋
客家的个提起哦，真是客家人下手，原本俩行业对俩按着讲北回归线来发展哈，没么简单啦哈，所以应该都是从文化上开始，阮大家地都讲，按照有俩对按照客家有当认同哈，按照俩多年来文化地位度，没有种按照俩客家文化来继续当讲，大家都在学习俩客家语言，没都在一种尊重安样，你很爱吃到当重要诶，嘛，迄个真的几重要的方法，对文化开始接触到，然后慢慢的本他的认知讲，客家迄个用来做曲。其实客家的文化的推广有几多年，像有的客家重点地方，伊可能会开始对客家话推广开始，但是对于啲客家人受改受家语来讲的话，伊最好的方法就比接触到客家文化，对文化地位慢慢来去学习好多的客家语言。今日我感谢水象先生，咱现场同你讲安顿在推广客家话的时间，你伊个几重的伊个经验。希望主持人，希望按照观众朋友，希望大家。其实下我大家听下你先生来认同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平。今日要教大家是亲子瑜伽。你的小朋友过来吗？有开路卡吗？请你能同下来做运动哦。今日我隔壁的小朋友阿壮，我来同下来做示范哦。能准备好的吗？准备好的，请你放起来同我来做运动的哦。运动之前一定要来做暖身哦。好，能蹲下来一下来做暖身操。好，请我同我跳啲上面看，下面看，右边看，左边看。来绕一个眼圈呢，跳圆圈，来做四圈。两圈慢慢的捞，3、4，好，来弯片，来换边咯，1、2、3、4、好，来同一数，来慢慢的捞眼圈呢，升空来，好到上面，再来下面，弟弟会捞，再摆上下。好，跟下来数中间的叶尾，好来捞，的叶尾眼圈呢，一圈来画一个眼，2、3、4，好，来弯片的哦，换边，1、2、3、4，好，来慢慢的看得心，数可以慢慢的可以，苗会都听来下么？好，慢慢的下去，苗唔都唔怕，小朋友要加油哦！好，看得心可以苗都听来么？好，再红来，尾椎，叶尾。最咪跳拿，好，美术伸出来，好，
侧弯腰，还记得咯。可能身体呢属有深层毛哦。好，来弯片，侧弯腰。好，慢慢的过来。瑜伽呢，最注重的是你腹肌的训练，今日着重是腹肌臀背肌的训练哦。好，来，踢的动作来。仰卧起坐，来，像呢小朋友抿下来，再过来一吸吸，好，抿下来。呢，太人呢可以瞄伊的脚，好，身体呢爱用的伊的后脑勺，来试看那些呢，好，瞄到你的脚趾头。好，如果他没办法的，我们可以帮助他来，可以帮助他放来。好，如果他的腹部还 OK 的，我们就可以吃口内心以及改来做3，来做4号，4，好下去，加油哦，很棒哦，6、7、8、9、10，好，抿下来，躺下来，好，好，那个伸侧，好，可以帮他放松他的肌肉，腿泡泡嘎，增加你的亲子关系哦，亲子的感情哦，来帮他按摩一下腹部。好，更加阮妈妈哦，来，阮小朋友同爱扮落爱脚。好，嘿，小朋友厉害呢，还是太人厉害呢？来，可能性哦是好哦。1、2、3、4，好，太人马做是哈。好，小朋友和妈妈来按摩肚子，小朋友来泡肚子，轻轻的按摩肚子，好，轻轻的按摩肚子，好，多谢呢小朋友，好，放起来，好，更加呢训练你的背肌，调哪题呀？头在这，好，一样趴着哦，好。注意哦，脚一定要仰在天来下，不可以翘起来。好，可以腿板对也脚。好，像会蹼背的呀，因为我们的会蹼背如何的背肌的这个力量不够力量，所以我们要多做这个运动。好，背肌的训练。好，来哦，好1，好下是哈，快是2、3、4、6、7、8、9、10，很棒，好嘞，好，趴着，好，腿不能泡泡嘎，臂不用耸，好，腿的肌肉不用耸。平常时都可以臀身呢，安尼通下做，好冇必安尼重背。好，更加问太你呢，来比赛好嘛 ？Give me 5，耶！
好，一样哦，看你要做事哈。2、3、4，看你加油哦，是好哦，冇输本身你的哦。好，兔妈妈婆婆噶来帮妈妈按摩一下。平常时啊，可以做来练习，好来增加你的亲子关系。好，拍拍。好，谢谢小朋友。好，再来哦。那边来山洞哦，小朋友来过山洞。好，睇人哦，别来山洞，记得咯，脚要伸直，本身你呢传过去。好，再过去。好，来做4个，好过去。3，好过去。4，好，更加。我来挑战睇人呢。新年的变山洞，太人爱传过去。我记得咯，小朋友唔可以弯下来，冇会看到妈妈哦。我记得咯，哈，可以哈。好，我挑战你哦。通过，再来哦，有厉害吗？通过，好，小朋友可以放起来，同这个拍手。哦，很棒！最美的动作溜滑梯，好，好，小朋友看看，好，2只手，系用喺天下下，记得嘅数字，好，弟弟背冇变安尼哦，好，弟弟背，好。来1、2、3，空来1、2、3、4、5、6、7、8、9、10，好，慢慢地空起来，起来。今日的动作好不好吗？好不好哈？好好运动，俺能下班能来了。